福尔摩斯是真出名侦探小说的人物，嘛有真侪电影相关的作品。不过早前翕的底片，年久月深来已经开始闭气嘛坏去。英国电影学院用几啊百点钟的时间来把这个底片修复，希望会当让这出经典的电影重新呈现伫咧观众的面头前。 款好行李换一顶帽啊，坐伫椅仔顶。李博这个时阵出现一句话讲：“我亲爱华生，为什么你无讲早安？”这是英国电影公司1921到23年之间制作的45集《福尔摩斯探险集》系列电视剧，甲2部长片，拢是无声音的默剧。因过时间久了，这个影片愈来愈后 ，BFI 英国电影学院就重新修复这部默剧电影的底片。 I'm particularly excited to restore these Sherlock Holmes films to the public because they've not been available before. 以前电影拢是用加工的底片翕的，为了要保存这几60万卷的底片 ，BFI 把底片收藏伫咧会当控制温度、湿度的仓库内面。搁有资料储存加管理公司 Iron Mountain 的资金斗相共，自2019年开始修复20多点真久的《福尔摩斯探险集》的影集。This film is a nitrate print from 1923. As you can see, it is quite damaged. We have lots of split and broken paths and also tears in the film. 一般的电影底片头甲尾的所在上容易歹，所以才开更加侪时间来修复。像伫咧八角街主题区一个10秒钟的开场的画面，就无几多工才好。因过一寡影片中段只要几分钟就好势。规部影片是总共用几多百点真久来进行修复。修复的影片伫今年拄则结束的伦敦电影节有放映，真侪观众伫咧皇家音乐学院现场的配合之下，欣赏这部1920年代的作品。公司新闻，但是当朋友。